做，十分感動。接下來只可以更加激進。如若要平庸，11分的平庸，微笑大笑後必須發瘋。懂不懂？就很感動，縱壞時生死也難得起哄。娛樂再無窮，但本質都雷同。矛盾漸進就已是沉淪。如何留得住高潮？一照了太過少，靈與肉已升級了，怎可再跌落寂寥？這剎不曾怎麼跳？敵不懂，自己不懂，厚面皮一刀刺盡都不痛，危難中兒童撞冰山的頭能，那個煽動我又滿面愁容。如何留得住高潮？一照了太過少，靈與肉已升級了，怎可再跌落寂寥？這剎不曾怎麼跳？不清楚怎麼縱壞了，不得了，想得到了仍少。這一秒，只知多麼需要留得住高潮。一照了太過少，靈與肉已升級了，怎可再跌落寂寥？這高天橋即管跳，心不死我最多情。